不好意思，刚才有些技术上的故障，所以我重新来过。大家好，我是克契拉佛教中心的西小金讲法师，我是尊贵的赞图古仁波切的弟子。我前几天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多杰雄灯的起源，关于多杰雄灯的法相，关于多杰雄灯的传承和关于它的一些修持简单的修持方法，以及它的多杰雄灯的功德等等。那今天我想谈的是达赖尊者为多杰雄灯护法所撰写的起源文。那很多人，尤其是格鲁派的修行者和藏传佛教其他派别的修行者，甚至是其他传承的修行者，他们都听说过关于达赖喇嘛禁止人们修持多杰雄灯这件事情。甚至是一些甚至一些稍微对佛教有些了解的人，可能也会从一些其他管道听过这件事情。那在佛教里呢，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也许不是那么注重护法修持，但护法修持在藏传佛教里却是十分普遍，也是相当怎么说呢？它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那虽然如此，它并不是最主要的修持。我之前曾经跟大家解释过，因为护法主要的任务是护持佛法，它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去修持自己的本尊，所以它更像是一种辅助性的修持，并不是主要修持。所以一般上藏人都不会刻意的去给自己的护法打广告啦，就是他们对修持的护法本身都相当低调，也不会刻意拿来多说。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件围绕着这个护法的事情会那么出名，甚至搞到东西方的藏传佛教徒都曾经听过这件事情？那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最重要就是它跟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本身有一些关系。那这里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多杰雄灯禁令的一些小经过。1996年14世达赖尊者他对多杰雄灯护法修持颁布了一项禁令，他要求所有多杰雄灯修持者，如果你选择修持多杰雄灯的话，就不能参加达赖喇嘛所举行的灌顶，不参加他所举办的法会，不能参加他的开示等等。那他的理由是多杰雄灯修持者呢会伤害他的生命，对西藏的事业会构成一些影响，以及多杰雄灯修持者搞宗派主义啊，违反不分教派的精神等等。那由于这一个问题，它本身涉及面相当广，需要很详细的解释和分析，我今天不会多说，但是我们将来会逐渐去谈到这个东西。那如果大家心急的话，或者现在就很想知道的话，就可以你们可以不妨去登录或者浏览一下我的上司尊贵的赞图古仁波切的个人博客www.samrinpoche.com， 你们可以上去上面看，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组别，是关于多杰雄灯的，里面有很多关于他的修持法啦，有他的介绍啦，和许多相关的关系，包括关于禁令的各种讨论和内容等等。喜欢阅读中文的朋友，可以在那个博客上的你们可以点击中文，也有很多中文的内容。那如果你们喜欢看视频的话呢，你们可以登录尊贵赞图古仁波切的 YouTube 频道上去，里面有很多论坛和分享。那话说回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达赖尊者在上个世纪为多杰雄灯撰写的祈愿文。那大家既然知道达赖尊者后来颁布了这个禁令，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达赖尊者本身又曾经为多杰雄灯撰写一个祈愿文？他跟多杰雄灯之间究竟有着怎么样的渊源？他本身有没有相信多杰雄灯？
又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写了这样子一篇奇缘文？其实，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对于佛教徒，对于尤其藏传佛教徒，更尤其是格鲁派的修行者，大家对达赖尊者是谁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一般人可能就只知道他是一位西藏的一个代表，是一位高僧，是一位和平的一个使者。大家大概只了解这些。但事实上，而且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哎，奇怪，为什么这一个达赖尊者的一句话能够影响到整个西藏佛教世界啦，影响到格鲁派啦，影响这么多人放弃自己本身家里修持了，或者是自己的上师、自己的寺院修持了好几代的护法，甚至是违背了自己跟上师的三昧耶。三昧耶就是师徒之间的关系，在藏传佛教里，师徒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所有的成就，我们的修行是否会有成就，其实看的就是我们跟上师间的三昧耶，究竟有多强。所以我们必须解释达赖尊者到底是谁。事实上，这位达赖尊者呢，他其实是他在藏人眼中其实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其实说是化身，其实他们就等同于观音菩萨，那也就是一位已经证悟的佛。我曾经说过，就证悟者，无论证悟者或者是佛菩萨，他们都已经超脱了轮回，他们具备菩提心，他们具备智慧，他们拥有没有办法被摧毁的一种就是他们不能被摧毁，而且他们本身他们是能够看穿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他们能一眼就看穿是一切的实相，这就是佛的一个特质。所以简单来说呢，既然是这样子，达赖尊者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那无论是这一世的达赖尊者，或者是前世的达赖尊者，那无论是3岁的达赖尊者，或者是80岁的达赖尊者，无论是今世或者对，他们所拥有的心是其实是一样的，他们的心相续是一样的。那同样的，就表示说，1世达赖、2世达赖、3世达赖到14世达赖，或者将来有15世达赖，他们同样都是观音菩萨，这是不会改变。他们拥有的是观音菩萨的体性，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年龄啦，不会因为时间啦，也不会因为转世，甚至不会因为可能性别而在修行成就上有什么退转。而且他们常常呢，都会显示他们跟前世相关的一些喜好等等。这一世的达赖尊者，他从小就在至尊灵仁波切和至尊赤降仁波切这2位经师的座下学习。这2位大师都是多杰雄灯的虔诚的修持者。那作为他们的弟子的达赖尊者呢，当然自然最从这2位恩师的身上学习到了多杰雄灯的法门。所以达赖尊者可以说达赖尊者的前半生，他都在修多杰雄灯，其实整修了几十年。所以他过去也曾经像多杰雄灯的，在就是这些紧急的时候、关键的时候，也曾经像，甚至在最关键的1959年，他们逃离西藏的那一次，他都曾经征求多杰雄灯透过多杰雄灯神谕而征求多杰雄灯护法的意见。所以他过去就是在1951年，他曾经也为多杰雄灯写了这一篇我们今天要谈的奇缘文。如果要说起达赖尊者跟多杰雄灯的渊源，其实那是好几百年。我在第1次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过，其实这件事情可以追溯到5世达赖尊者的时代，因为那时候多杰雄灯的前世，也就是他化身为多杰雄灯之前的那一世，那一个高僧呢叫杜固扎巴坚赞。这位杜固扎巴坚赞，他其实在当时跟5世达赖尊者是几乎是平起平坐的，他们是同门师兄弟，不管是名誉啦或者地位都是相当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所以在杜固扎巴坚赞被谋害之后，成为多杰雄灯护法之后呢，
五世达赖曾经为他写了一篇祈愿文，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谈的这篇祈愿文，其实并不是达赖尊者为多杰雄登写的第一篇祈愿文，其实在五世达赖尊者的时代，都已经达赖尊者都已经曾经为多杰雄登写过祈愿文。所以谈了这么久，我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呢？我想可能大家如果有认真在听的话，大概已经听出一些端倪了。第一，达赖尊者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那既然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他就是一个证悟者，已经是一个佛了，所以他能够很轻易的就看穿每一个人，他能够看穿每一个众生的体性。那当然，他能够轻易的看到多杰雄登他究竟是证悟者了，或者是世间神明，或者是邪灵。所以达赖尊者前半生都在修持多杰雄登，当然是因为他已经看出多杰雄登是一位证悟的护法，看得出多杰雄登本身已经是一个觉者，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而不是普通的神明或者是邪灵。不然以一位观音菩萨的化身，达赖尊者不要说不会为多杰雄登写祈愿文，他甚至其实他可以不去修持这个法门。而且如果多杰雄登是邪灵的话，以达赖尊者的能力，他其实他可以轻而易举就加以降服，又何必根本没有必要去大费周章去颁布一个这样子的禁令。那第二，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达赖尊者他跟观音怎么讲？他拥有的是观音菩萨的体性，也就是证悟者的体性。那换句话说，他不会像刚才我强调的，他不会随着时间啊、年龄啊、转世而改变。所以五世达赖尊者曾经为多杰雄登写祈愿文，到了这一世14世达赖尊者呢，也同样为多杰雄登写祈愿文。那这显示了多杰雄登跟达赖尊者之间在许多个世代来的密切关系。那既然如此，这一世的达赖尊者为什么要在后半生禁止多杰雄登修持？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就像刚才我说过的，很难一次就说清楚。但是我今天大概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达赖尊者的恩师，他的上师至尊释迦仁波切，在为多杰雄登护法写传记《愉悦如海护法之妙音》中写到的一段话，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段话是这么写的，他说：“然而有部分人士智慧浅薄，以管窥天，不了解其中深意，而将护法与世间凡夫等同视之，因信仰达赖班禅二师，而对这尊护轻毁污蔑。也有人因信奉这位大护法而责骂班禅达赖二师，偏执其中一方而不相信另一方，肆无忌惮地口出恶言。这是将我们凡夫受贪嗔支配所打击敌人，保护亲友的行径，违逆于圣贤大德，为自己种下难忍苦因之举。任何有形与无形的势力都无法伤害无量光佛与圣观自在所发现的殊胜大德。这两位大德也不缺乏摧毁魔障、侵害的能力，因为他们威神自在，能将内外魔众摧伏无益。”所以这段话其实听起来有点拗口，可能我们都不太，有些人可能不太习惯。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其实是一段预言和一个忠告。当时是将仁波切写这一本传记的时候，还没有多杰雄登禁令，当然他已经预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这段话内容的大意大概就是说，将来将会有人因为个人的智慧比较浅薄，看不到高僧或者是菩萨们的深意，而将护法跟凡夫俗子看成是一样的，所以信仰达赖尊者的一方呢，会污蔑多杰雄登护法，而信仰多杰雄登护法的人呢，也会反过来责骂达赖尊者。这种相互责骂的行为，是因为我们凡夫俗子受到贪嗔痴的一种支配下，做出的维护自己的亲友和打击敌人的一种做法。而我们却以己度人，将那些高僧大德甚至是菩萨也看成跟自己是同一个水平，误解了他们的深意。而事实上，达赖尊者是观音菩萨化身，他不但不会被伤害，
反而还拥有降服魔障的能力，他怎么可能会害怕多杰熊灯呢？这是刚才的那一段话的我的白话解释。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其实并不能用世俗的眼光和角度来判断多杰熊灯精灵这件事情。它涉及的其实是有更深远的一些含义，这是我们凡夫俗子所可能看不到的。那既然看不到的话，我是觉得，你要作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那我们其实应该奉行的还是佛教的精神。我们主张去履行慈悲啊、关爱，而不是去鼓吹敌对。那讲了那么多，其实还是要步入正题，谈一下达赖尊者写的这一篇祈愿文和他写这篇祈愿文的经过。那这篇祈愿文呢，达赖尊者写这篇祈愿文的时候是大概是1951年，就是当时他还在西藏。1951年，在达赖尊者流亡到印度之前呢，他曾经拜访了在西京跟不丹这两国交界的地方的一个叫春佩尔谷的地方。那一个地方是措摩格西仁波切所驻扎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东嘎市。东嘎在藏文中，它的意思是白罗的意思，所以是白罗市的意思。这个地方呢，他在这个地方，达赖尊者在这个地方，会见了措摩格西仁波切，也会见了措摩格西仁波切亲自调教的多杰熊灯神谕。措摩格西仁波切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又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其实是一位德行非常高的一位高僧。第13世达赖尊者甚至视他为宗喀巴大师的化身。所以关于措摩格西仁波切的许多记录呢，都显示他很多事都在供奉多杰熊灯。但你看他很多个转世，他都在供奉修持多杰熊灯，但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的转世回来，而且他不曾出错过，也不曾失去他过去的修行成就，也不会，就是既然能够转世回来，就表示他没有堕入下三道，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个造福众生的一位高僧。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实多杰熊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一位佛了，还是一位邪灵？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高僧和证悟者都跟多杰熊灯关系非常密切。如果他不是一位证悟的护法，那些高僧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那措摩格西仁波切的这一个他最出名的东西，他尤其包括他东嘎市。东嘎市因为多杰熊灯神谕而非常闻名。在措摩格西仁波切的引导下呢，东嘎市它成为一个怎么说呢？是多杰熊灯神谕的驻锡地。当时在那个时候，很多西藏的官员啦，很多一般的百姓啦，都会向东嘎市的神谕问事，有什么疑难问题啦，甚至是包括国家的事情啦，他们都会问。而且由于东嘎市这个位置很特别，它是在西藏西部，在西京跟不丹这两国，还有在印度的交汇处，所以很多藏人和其他国家，甚至其他国家的一些达官显要，他们都会在途经要前往拉萨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落脚。所以东嘎市自然在当时，它就成为一个对国际开放的据点。它是相当非比寻常，对当时比较相对隐秘的西藏来说。所以达赖喇嘛就是在1951年，他到东嘎市期间驻扎的期间，就是他去算是拜访的期间，他就请示了当时东嘎市十分出名的多杰熊灯神谕，而且得到多杰熊灯神谕很清晰、很准确无误的答案。在那时候，他对多杰熊灯的信心是更加的怎么讲？是变得更加巨大的，所以他就写了这一篇祈愿文。当时他这么做，达赖尊者当时这么做，除了是因为非常惊叹多杰熊灯神谕降神时的给的答案的这种准确性，当时也是因为作为回报，或者是怎么讲呢？他作为回应
那一个寺院的僧人他们的请求的一种答复。所以这一篇祈愿文呢，其实写得很优美。我们这里拿到的版本当然是怎么说？它原文是藏文，我们这里当然是中文。我将来我即将给大家念的是它的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这篇文叫《无碍金刚音》，是嘉千多杰雄登的祈愿文，是第14世达赖喇嘛撰写的。无量佛陀自悲力吉祥，一切世间威猛最尊胜，示现文殊教法大护法，来自斗率卡觉等净土，我以恭敬深语意礼拜。由烦恼故违背您心意，所犯错误过失悉求忏，祈求宽宥示现喜悦容，无二大乐示现喜悦容。无二乐空游戏中生出，供品血肉夺马堆如山，奶乳啤酒汉茶如海洋，吉祥妙物以及诸生命，净猛庄严能摧敌铠甲，无余内外秘密共事物，真实供品以及异变供，满足尊意，尽除损犯过，祈愿善会教法及持者，诸善士夫增寿事业心，圣僧团体讲修业更妙，甘丹正教众生安乐增，特于我辈瑜伽主眷众，夙业现缘而生诸障难，悉得悉灭教法诸善妙，如所意愿皆能似成就。于教正悟众生之安乐，心怀邪恶意念之魔君，其以锋利强大金刚火，毫无遗留，粉碎为灰尘。复求东市红黄袈裟众，以境界律之色为美丽，衬上显密双运之翅膀，飞向无始解脱之大道。总之您乃诸师护法中总集之身，立为最圣主。四种事业浓密云层中，起降2种成就满愿语。这是它的中文版本啊。如果大家听不太明白那个中文的意思呢，英文版本其实是更加白话的。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英文名字呢是 Melody of the Unceasing Vajra。它开始是这样的 ：Home, glory of the wisdom, compassion, and power of infinite Buddhas, miraculously powerful protector of Manjushri Tsongkhapa's teaching, arisen as a lord of all wrathful worldly hosts, come from the abodes of Tushita, Kachara, and so forth. Prostrating with devotions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I confess all mistakes and faults, in which out delusion I've contradicted your holy mind. Accept with forbearance and show your smiling face. Arising from the spots of non-dual bliss and void, are offerings and toma of flesh and blood, heaped like a mountain. First portions of milk, yogurt, beer, and tea, swirling like the ocean. Auspicious signs and substances and various animals, peaceful and wrathful ornaments, enemy-destroying weapons and armor, amassed samaya substances, outer, inner, and secret without exception. Having fulfilled your heart commitment and purified degenerations, by making these actually arranged and visualized offerings, increase Lozang, the victorious one's teaching, and the lifespan and activities of the teaching's upholders, further the happiness of beings in Garden Bodhrang dominion. Especially pacify all harm to us, the yogis and entourages, that arises because of previous karma and immediate conditions, and spontaneously accomplish just as we wish all good things, both spiritual and temporal, grind to dust without remainder, enemy hoarders that thinks and act perversely towards the teachings and lay and ordained people, with potent, accurate, powerful great Bhaja fire. Especially cause the saffron-clad community of Dunka Monastery, brightly beautiful in bonds of pure morality, to soar the path of immortal liberation on unified wings of Sutra and Tantra. In brief, we enthrone you, O deity, as the supreme collected nature of all gurus and protective deities. From densely gathered clouds of the 4 activities, pour down the cool rains of the 2 cities. 所以我们从这篇祈愿文里，你可以看得到
达赖尊者当时对多杰雄灯是有着多么大的一种怎么讲，多么大的信心，他给多么崇高的一种赞美。尤其是当他在说到，等一下我看一下，他在说到这一句，他说，无量佛陀自悲力吉祥，一切世间威猛最尊胜，是现文殊教法大护持。你这是这第一段，其实我不会每一段都解释，我大概只是拿几个来说一下。他从这里他说，多杰雄灯是世间威猛最尊胜的，而且是文殊菩萨的化身。那从这里，他本身他是承认了多杰雄灯是文殊菩萨的化身。那接下去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些，就像我们其他的一些祈愿文里有一些关于怎么说呢，就是一些忏悔啦、一些供养啦之类的。他还说到他祈求护法解除一切的障难，为甘丹教众和众生等。他而且尤其这一句最后一段说到，乘上显密双运之翅膀，飞向无始解脱之大道。这句，这怎么说呢？这句等于说他在解释护法本身，他既掌握了，既能够帮助我们去掌握显密这两个教诲，能够因为修持护法，我们能够走上显密修行的成就，而且从而能够飞向摆脱生死的一个大道。讲的就是我们最终能够因为修持，透过护法的帮助呢，我们最终能够摆脱这个娑婆轮回，得到最终的一个佛果。还有最后一段就是，总之，你乃诸师护法中总集之身，立为最圣主。所以这个东西呢，它等于是称赞护法是众上师和众护法之中，它是一切的总和，而且是里面最尊贵的。所以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尊者当时他完全的是完全相信，也完全对护法是有无比的一种尊敬的。所以今天我们大概就跟大家分享是这篇祈愿文。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上就是尊贵的赞图古仁波切的博客上去找这一篇祈愿文。其实这篇祈愿文是非常殊胜的一篇祈愿文。其实如果我们每天如果没有什么时间的话，如果大家想要念诵一下，能够的话就念诵这一篇祈愿文本身，它都很好。它除了能够给我们一些怎么讲加持之外呢，它也能够给我们一些护佑。而且怎么说呢？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达赖尊者他这篇祈愿文里面，你还看到达赖尊者他将多杰雄灯，他认可多杰雄灯为一个能够给予我们供与不供两种CD，就是两种成就的一个护法。供与不供就讲的就是供的一种 CD 指的就是一些普通的，就是一些人间的一些，或者是一些天神啊，我们的神通啦、天眼啊之类这样子的一种成就，这种是外道或者佛教都能够修成的。那不供的 CD 呢，指的是最终的佛果。所以护法如果修持好修持护法的话，我们能够得到这两种成就。所以既然我们看到这个。怎么说呢？达赖尊者也这么的去曾经那么的去推崇过多杰雄灯，而且他是一个观音菩萨的化身。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对他去想起这个禁令的时候，大家稍微用一下自己的逻辑去好好思考一下，而不是人云亦云，大家说什么就跟着说。思考一下那背后的逻辑。一个菩萨他怎么可能他前世有修啊，他年轻的时候有修啊，到老来却颁布禁令呢？他背后是不是那么简单？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想这件事。
那介绍完了这个祈愿文呢，大概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是让我们来做一个回向，今天还是中文的回向。哦，不好意思，我又忘记了，看一下问题。因丢，我们不可以每天念诵这篇祈愿文和心咒，来代替护法酬供？这一个问题，其实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的话，最简短的一个情况呢，是可以的，是可以念这一篇祈愿文，再加上护法的心咒。你可以念护法的心咒，大家知道怎么念吧？Benza Vicky Dana Soha。所以你可以念这篇祈愿文呢，你再念一圈护法的心咒。真的没有时间的话，但其实一个完整，像我昨天解释过的一个完整的祈愿文，它其实是包含了整个7支文的，已经是很短的一个版本，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最好是就每天花上差不多半个小时来做一下完整的祈愿文。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为止。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在Facebook 上就一一的为大家回答。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与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师佛地。愿于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依止相属而持矣。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请恒常住。谢谢大家。